哎。那个母鸡这一段就是以我们的身体有约啊，就是要告诉我们身体。但是第二条点，当然有身体有约，也要跟你心理有约。那个感染有约跟你说，现在的人现在的人都很注重我们的养生，对不对？所以说是那个这个那个无主的，但是感染就说要养生。但是最重要的也是要养生，养生也要养生，养生之道还是真的养生之道，还是跟着我们的养心之道。你有这个生才会养心嘛，所以第二小点，第二大点或者就跟诸位姐姐一起来看。第一，或者叫那个心理，或者这个混了为一生，对，短了为一生，热了为一生。大家不要讲话哦。不好，等一下，一会儿会问你问题哦。答不出来你要请我到姑姑那里去这边。好，讲的别说我们哦。这个我们会怎么样？所以有句话说别把压力。怎么样？别把压力当动力，能不能讲呢？把压力当成动力，所以我们做这个不要紧张哦，早睡就要睡，包括我们在道场也一样。老师跟我们说，如果你真的累了，你一定要休息。不要说啊，我今天是为了道路我一定要很强。老师跟我说，你真的很强，你也是对不起自己，也是对不起上天的，对不对？都是要有这个适当。如果是真的累了，你就一定要休息。来问呢，随应生我们要早睡，能让你心好不尊。能心好不尊呢，我们要找个乐子，找乐子我们可以看看书啊，可以找朋友啊，都可以啊。但是乐了呢，你今天有高兴的事，你不要胡说一定要分享。你今天谁不说一定要联络。一点看一点为啊，所以人家说人生挑战。要怎样？后面是一定要善待自己。你别以为我要赚越多钱要挣钱，把压力当成动力，你很逞强。人家说一句话说，你别以为你有钱，你就是大脑。我们来看一段影片。电脑确定了。这个是功夫防御语言点所讲的话，发气声的时候，我们就来看看他讲的什么话。
或者问各位伙伴，这个台积我最经典后面那句话，你有钱，但是你值钱吗？或者问，你大概说问题，什么人最不值钱？什么人？家属，家属啊，以前讲的是家属，3年等那个什么，14年的时候，什么人最不值钱？生病的人最死掉的，对不对？生病的人最不值钱，他一直在关联，对不对？所以别以为你有钱，你不一定是。你有钱，你不一定是真的，当然不会帮忙。哇，这金融点来了，这家活的人会有钱，活的人会有钱，对不对？所以人生短暂，一定要善待自己，善待自己要从什么开始？从心开始。我们人谁会不会分辨？所以我们快乐。谁不会打分辨是？第一，大开体验休息。第二呢？第三呢？放下。好，或许不会讲，但是很会放影片。再来看。上吊，上机，上机了。
要让心休。但是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休息是为了让身体休息，不休息就没有帮助。好，但是现在的休息是怎样？我开始帮我今天叫我今天让他6个人，我回小杯，我是正常的，我没有工作，但是你应该什么？有人休息的方法不一样。第九，或者问你休息的定义是什么？骑脚踏车，骑脚踏车放空了，那你知道你放空，多放空啊，你也休息一下，运动啊，运动啊，那个叶说你呢？睡觉，睡觉，玫瑰，睡觉，不是睡觉，他教你的，放松你。差不多了。是吧？那个赵老师你呢？哦，闭目啊，休息，躺着啦。哦，躺着马上很好呼吸啊。哦，这个窗带家人出去走一走。哦，那家人呢？家人家里呢？哦，好厉害啊！看书哦。棒，好棒哦！昨天哦，昨天哦。散心啊哈。现在哦，放松，好，每个人的休息方式不一样，但是我们要觉得写的最多的是什么？就关也就是讲睡觉，没错，关键点对了，睡觉。每个人的休息方式不一样，有的人去打球，对不对？有的人去爬山，有的人去运动。理由散心啊。但是有没有达到真正的休息吗？有的人说休的是明天就要上班了，我好累哦。你不是刚休息5天吗？你会好累，对不对？你这休息是把你自己搞得更累，对不对？因为你首先很脏，你到处去。你政府一些可能，把自己搞得累得比上班还更累，那叫休息吗？不是哦，我们休息真的有时候也可以放松，看一点书，到游玩一下就不让人不要把2天的时间你可以留1天嘛，或者你们都没有问过的休息是，我的休息方式是什么？请问讲师的休息方式是什么？做茶，做茶。他回来，那真的是太难为了。或者那个休息方式真的有说的，第一放空，真的。第二，或者真的有时候会看书，有时候会看影片，都有，但是很少。我的休息方式很少去做激烈运动。因为我觉得他把我搞得更累了，对不对？所以休息真的，第一是让身体休息，不休息就没有动力嘛。你真的要让你的身心灵都能达到放松，才叫做真正的休息，对吗？对。好，来付出。什么叫付出？我们就是不懂得付出，一昧的怎样？一味的一昧的想要说嘛。想要什么？不想付出，所以要付为乐。我希望说，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无形或者是有形，就是时间跟金钱嘛，比如我们今天我们各位，我们牺牲了一点点的时间来这里，让我们牺牲点，或者是很危险，但是你们让你自己放松一下，来这里没有那个讲师。大会讲，让我们自己放松一下，但是因为你们的付出，你也是付出啊，因为你付出时间在这里，或者才怎样，或者才有你的付出，或者才可以站在这里也在付出，那我们是不是怎样相等怎样？是互利的呢？我们付出时间，今天搞不好。
给你别人精神上的支持，可以这样，可以往里会讲哦，这种会这样，因为我们在付出当中，我们会有一种什么自豪感，你会觉得我有能力付出吗？对不对？你会觉得你的心情会觉得怎么样？我有能力付出，你会觉得你自己是行的，你自己可以的。还可以给予别人，我们又别人给予，无论是有或者是无形，无形的我们给人家精神上的支柱，对不对？给人家帮助，所以我们会有一种自豪感，对不对？所以那个专家就有说，这个愉悦感的自豪感会降低我们的压力，而且它会促进有益的什么？有益的婚姻。真的，所以精神病的专家也说，因为我们助人养人、助人为乐这个习惯，可以预防跟治疗什么忧郁症。听到这个，我会不会觉得，我们要来学习付出，对不对？好，说到这里，在付出有很多种，像我们来到场上都也是在付出的。เราจะมีคนได้ถูกกันไปก่อนแล้วตั้งใจจะถูกทำได้ยังไงคนต้องสวดมนต์ได้บททุกครั้งถ้าร่างกายก็อยู่ไม่ได้การสวดของเราไม่ได้ทำเพื่อตัวเราเองเท่านั้นยังมีการทำเพื่อคนอื่นเพื่อบุพการีเรื่องธรรมอยากที่ผมสาด้วยสิ่งนี้บ้านเราจะเก็บเรื่องไม่ได้ถูกกันเลยบอกแล้วการไปเก็บทำอะไรงานคนต้องสวดมนต์แต่บททุกครั้งการทำก็อยู่ไม่ได้การสวดของเราไม่ได้ทำเพื่อตัวเราเองเท่านั้นยังมีการทำเพื่อคนอื่นเพื่อบุพการีอยากที่ผมสาช่วยถึงให้เขาเข้าใจว่าให้ชีวิตเขามาผูกพันกับมากยิ่งขึ้นการบวชเป็นการทำให้เรารู้ว่าทุกคนได้รับผลสิ่งใดอะไรมาปลูกแล้วทุกคนต้องว่าจะเป็นพ่อแม่หรือกับใดนายโตอะไรมาทุกคนต้องว่าแล้วมีอะไรดีสำหรับการของทุกคนมันเป็นโอกาสให้เราได้เรียนรู้จริงปฏิบัติจริงได้ผลจริงได้ทำคุณทำดีเผยแพร่ให้คนอื่นต่อไปจริงซึ่งเป็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รู้แล้วที่จะทำให้เราได้มีโอกาสรู้ที่จะดำเนินชีวิตของตัวเองอย่างไรคุณต่อไปอย่างไรซึ่งประโยชน์อันนี้ยังส่งเป็นถึงคนอื่นที่อยู่รอบตัวเราที่มากมายทุกคนเลยคนเราเวลาก็มาตัวบ้างเวลาไปก็ไปตัวบ้างเหมือนกันสิ่งเดียวที่เหลือทำงานได้ก็คือความรู้ต่างๆที่ได้ทำไว้ชีวิตคนเราอายุเท่าว่าจะยืนเป็นพันปีหมื่นปีทั้งนั้นเดินหน้าเป็นชั่วครั้งชั่วคราวมีโอกาสเมื่อตายจากกันก็รู้ว่าจะ
话，哪一句话最深刻？功德。我们今天讲这个。身后能留下的就是生前，身后能留下的就是生前做种种功德。哎。对，他们是互相的互惠，今天我们是互惠啊，对不对？你们来会可以表现啊，你们来表现自己的念头就是互惠啊，对不对？所以说法有形跟无形的，用在自己的身上。叫做什么消福啊？但是用在别人身上叫做什么少福？用在自己的身上，把有形的物质跟无形的时间用在自己的身上，有目的把它消费掉了、吸完了。当然有时候我们输给一家是没关系的，但是人家一有空就到处游了，那我们花掉的是时间跟金钱，那是谁花掉的叫做什么？或者就用3个字，要重点哦，它叫舍不得。你舍了，但是你没有得到，对不对？用在自己的身上，你得到什么？你是交掉我是得到。但是如果今天把我们的时间，或者是有形的金钱无形的时间，有形的金钱，用在众生兄弟姐妹的身上，我们叫做什么？也是一样3个字，要怎么样？你舍了就舍了，对不对？他一个是，但是他很多耶，也都是一样付出，但是就是他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都会照到什么啊？有的也听得很有课的啊，其实在我们道场当中，我们在别的法当中啊，要站在那个讲台上讲话是不可能，很少，对不对？像那个国风山啊，是不是要有那个大法师才可以站在讲台上施法？法师嘛，讲话给大家听嘛。但是在我们一贯上，只要你有心，每个人都有可能站在这里，这也叫做付出啊。你只要有心，你都可以付出给别人。但是在别人当中，不一定你有心里想要站到这个讲台上来付出给别人，也不一定哦，对不对？或者有的是我们在讲这个存钱方面，这个管理方面，但是我们要觉得我们这一辈子可以成为是一个很尊贵的人。所有的动物都只能发出一种声音，对不对？那个小狗会怎样？猫呢？小鸟呢？但是我们人呢？我们人想要发出什么声音都可以，只要你愿意，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要这样付出？你看这个影片当中，我们人到最后所留下的什么都带不走，只留下我们在这一辈子所做的好的那个功德，才是带来什么？他说我们空空的来嘛，以后也空空的走嘛，双手空空的走，对不对？但是我们天生已经能到了这么多，唯有我们要说，唯有功跟过，我们带不走，什么都带不走。好，所以我们是要舍不得，还是要舍得呢？要舍得，对不对？那我们就要一起付出了，对吗？好，第3要放下，人生赢在人与放下，因为放下可以拥有怎样更多嘛？我们的心放下，你才能接受更多的东西，对不对？你一直执着一件东西、一件人、一个人、一件事情、一个物，你会不会再装别的东西？你一定在那里，在你脑海里、你心里一定一直在想写这件事。你
你的手如果不放下，比如或者今天紧抓的这个沙边不放手，或者你的手还会抓这个东西吗？不可能，一定不可能的，一定不抓的，所以手放下，我们才可以拿到更多的东西。你看，我们看哦，我们放下可以多少？2009的诺贝尔生理得主伊丽莎白的都有研究我们人长寿合理哦，合理的原因暂时25%，就是我们在吃的方面嘛哦，我们有选择的话只占25%呢，但是其他长寿原因，其他就是说，比如我们意外啊、生病啊，那这个是其他，它也占25%呢。你看看最后哦，这个基底平衡占了几%？10%。为什么？我们有讲到为什么一个基底平衡可以占我们身体、占我们寿命长寿，可以占了一半的因素呢？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基底如果某一件事情、某一个人而造成基底不平衡，我们会不太能去身体。因为你心里平衡不放下的话，你会不会气？你那个气血会不会上升？你上升的话，你的身体会好吗？对不对？所以我们人哦，有65%的病是跟我们心理压力有关。所以我们要放下。所以我们的病吃了什么？毒素。人家是五谷混，我们吃了五毒素来成长的，好不好？厌恨，还有恼怒烦，咱讲摸棍，阿那叫讲摸手棍啊。我们吃了这个来成长，那我们身体会健康嘛？我们七情六欲口在讲过有喜怒哀乐爱恶欲，来掌控你的身体，那自然它就会找到自然身体的平衡。其中这些喜怒哀乐爱恶欲这其中最伤人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人家说就是最具杀伤力的啦。是哪一个？我们所有的七情六欲跟我们或者讲的这个厌恨恼怒烦，最伤人的，既然是放下，我们心里不放下，就是我们心里有什么？怨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有讲不少，这个是后面从大陆回来的，拿回来的哦。烦恼。嗔恨。嗔恨心，对不对？我们用的常经讲过一句话：一念上人开，一念嗔恨，嗔心起，百万什么上人开。我们也讲过这个上。嗔心起，百万障人开。既然上，那就是空了。有障碍了，我们心有障碍了，我们心会有舒爽吗？我们的心会舒爽吗？对不对？所以有句话，我们老是记得别人，老是记得昨天的事。所以有句话说，昨天的太阳再不干今天的衣服。你今天比不下，昨天是大太阳，你老是惦记着昨天的大太阳，不追究今天下雨天，那你的心会舒爽吗？对不对？所以一念嗔心，百万障人开，就是这个障来障碍了我们身体怎样？不能达到平衡。所以那个理解呢，教授也讲过一句话，我们人平均的寿命应该是200岁，真的。但是现在有200岁的人吗？我们常听一句话说，山上常见什么树？千年树。世上难见什么人？100岁。现在要活到100岁，理解呢？教授说以前我们人应该的寿命是200岁，但是因为我们心里那个被这个障、被这个嗔恨心障碍了，放不下了，所以我们的寿命就是这样变的。我们对某一件事、某
所以人家有一句话他说，对别人的恩情要刻在什么上？石头上。对别人的恨要写在什么？沙滩上。就呢，你看我们前面看那个影片啊，那个医师是不是叫他用一支树枝把他对所有的不满的事物写在沙滩上？他为什么不要叫他写在纸上？他要写在沙滩上，就是叫遇到任何事情一定要放下，遇到什么不上心的，我们要学习放下，对不对？你不放下，你的自己自己。所以等我们的心平了，我们的心热了，我们的心舒爽了，那我们才是真正的养心之道。不然我们心放一下，你看心理平衡哦，50%哦，长寿哦，对，你看这张或者用这一个角，这个什么，人生明白有放下任何事好，这个是有光里面几个人分的吧，要勇于放下，然后呢，当初哪都没人动的时候，我们要放下。มันจะไม่เก่าเลยไม่รู้ดูเป็น放下了嘛，现
莲花在哪里？在苦海当中。修这个苦海当中在修啊，在就要讲追走莲花，不管这个就会打，打人，有注意莲花呀，不要紧张。所以常听一句话说，百花浓厚，不要片叶都三分，对不对？不要片叶，后面或者就不讲了，讲太多了，不然你看你家里可以有人谁会这样？安静。常常把自己因为还有6、7分钟，我们谁会让自己安静把思维沉静下，慢慢这样去对事物的地方，你就看一下你先看，就不要再解释了，谁会关爱自己？爱我的爱，人家说我们先爱自己，才能爱别人你自己都不爱了，你怎么爱别人？我们怎么样爱我们自己，给自己正能量？我们都听好的，不要听那个，然后咱这个听那个击杀，尤其咱讲有好，咱尽量，我们听到好的、善的，我们尽量去给他坚守。但是听到不好智慧的、谣言启示的、智慧启示的，就到这里为止。所以先关爱自己，你给自己正能量，你才有正能量给别人。你自己都活都活谁？都体会你老这样。试问我们拿什么给我们的兄弟姐妹，对不对？我们有什么正能量？我们有什么爱给别人？先关爱自己，先把自己爱好，我们才能爱别人。爱就是给自己正能量，也把正能量给别人。来，好不好？好。大声一点呐！好。遇到心情烦闷的时候，喝一杯白开水。这个不要再听了，再听了就12点。白开水不要喝酒为什么他叫我们喝白开水？因为酒入口场会怎样？你拜就他拜，更是更干后耐心细腻。没有必要嫉妒别人，没有必要谢谢别人，知己最重要自己最好啦。人家说幸福没有满分只要你心满足就是幸福，对不对？哪里是幸福？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要100分才是幸福吗？不一定说不定我的基本比较少，我60分也可以很幸福。有人基本比较高，他100要110，他也不会很幸福。来，广泛阅读实际就是一个吸收基点养分的过程，人生就是要不断的学习。所以各位学姐，我们从今以后，如果我们佛堂有8节课，我们也要来要来不断的学习，因为阅读也要看一点点经书，看一点点有益我们心灵的书，这就是养分，心灵养分的过程。无论在任何的条件下，自己不能看不起自己，对不对？你要你别人看不起我们不要紧你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那怎么对得起自己？对吗？好，学会调整脾气，尽量往好处去想，别钻牛角尖，同一件事想开了就是天堂，想不开了玩乐你要自己看，那你要是天堂还是天堂？天堂，当然是要天堂珍惜身边的人，请分享还在身边的人，有时候没有下次，没有机会重来，没有暂时继续，有时候错过了现在，就永远没机会，对不对？失去了不要执着，但还在身边的，我们一定要珍惜。不一定是我们的亲人，不一定我们亲朋好友，不一定是我们的道亲，我们一定要珍惜，不要互相伤害，好吗？好。各位身边每天吸收新的养分，每天要有不同的思维，只要用真心、用爱、用仁和去面对你的生活，你的人生才会精彩。人生要很懂得珍惜、知足、感恩，你就拥有生命的什么？光彩。对。
结论，大家一起念好不好？好，没有一个健康的身躯，再怎么努力，身心疲惫，错过的会更多，要走的路会阻碍。身心是自己的，要认真爱自己，全力是做你自己的。前提是不是你自己的？对。看看你要不要爱你自己。要爱你自己。还有2分钟，或者可以讲一些课外读物。我们如果真的用真心来对待一切的事物，真的，先我跟老师